台南市會第4屆第7次定期會議員盧坤豪在總日順拍頭陣，一開始就提出近年來市府所爆發的貪污倒理案，對3位局長到臨時約聘雇人員攏有涉案，不止一個局處，包括社會、文化、經發等單位攏有。其中一個育嬰人員就早領超過5000萬，相當痛心市府連正風氣乃變安呢。會長嘛將鏡頭檢討政風處，對109年開始5冬來這麼濟不法，不過平均一冬只有一件函送起訴，讓人民已經對市府無信任，要求一旦檢舉涉嫌不法，就主動移送檢調。詐領5000萬，這件是你送的啦，剩的倒一件你送的，我這邊要回過頭啊，有倒一件你送的。我做金花局，有倒一件你送的。金花局呢？金花局嘛不是你送的呢，嘛不是你送的呢，嘛是人去甲調查局投訴人查的呢。是了，我咧講的就是講，今仔日這上界基本的，你市政府是不是安那？要有動作啊！我議員報告，我恁個人會對恁無信任，敢是安那？是甲你講資料，你無愛查嘛？我恁個去，我恁個自我檢討啦，就是講佇這個情形賣惡化到已經違法的時候，咱就愛主動去了解。對嘛？你講你一單平均送32件，啊！你看我咧凊彩後白了幾件，拄啊！恁報紙報講詐領5000萬，這個那個社會局講恁送的啦，跟而且這條就對啦吼，講恁查到了絕對袂轉來。另外，面對南山公墓西區到5月底辦理遷葬的事情，議員盧坤豪強調，在解決文書保存爭議以後，開發南山公墓就是要有魄力，一定要跨出第一步。而且不止西區，而是130公頃特等變五層全面扣骨補貼。墓主的這家家孫孫吼要扣墓，咱政府愛釋出善意，你要來扣，我就給你補助嘛。是。是了，我講安尼有理無？這嘛是咱其實咱的。你愛先踏出一步，我跟你講啊吼，南山公墓130公頃啊，你預算變落去，只要是你若想要扣骨進塔，你個補貼用政府的計算的單位，迄個賠償補貼還是。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